大家有冇覺得新居屋嘅廚房同廁所比起舊居屋細咗同冇咁實用？呢個240尺2到3人新居屋單位嘅廚房、廁所分別不足30尺，可使用嘅空間好細。喺唔改間隔、唔佔用其他空間嘅情況下，設計師可以不知不覺咁增加可以使用空間，令到廚房同廁所更加實用。首先，我哋將雪櫃同洗衣機設置於大門前嘅凹位，呢個位置唔阻出入之餘，同時亦都喺廚房門同埋廁所門隔離，方便使用。再配合高身櫃，令到雪櫃同埋洗衣機融入空間，同埋增加儲物量。大門右邊係廁所，雖然解決咗洗衣機位置問題，但只有大約27平方尺嘅廁所，基本上只可以放一個單門嘅面盤櫃，所以設計師就將廁所門收窄，咁樣就可以騰出部分牆身，令到廁所鏡櫃可以延伸到兩面牆身。成幅牆都可以做收納櫃同吊櫃，而且大面積嘅鏡面可以增加採光同埋擴闊視覺作用。喺廁所外面，亦都因為多出嘅牆身，可以加做一組高櫃。廚房方面，因為雪櫃搬到廚房門外面 ，L 型櫥櫃台面嘅面積增加咗唔少，但係我哋繼續想盡辦法再增加櫥櫃空間。方法就係將廚房門向外移動，利用電視特色牆身設計成一個暗門，騰出嘅空間讓櫥櫃深度增加，大大增加實用性。揀選電器時又可以多啲選擇。呢個方法唔使拆牆就可以加大廚房空間。另外喺牆身位置特別設計咗垂直儲物空格，比起普通掩門吊櫃，儲物量增加咗之外，又可以減少壓迫嘅感覺。跟住等我哋介紹玄關同客飯廳嘅設計。為咗區分玄關同客飯廳唔同嘅空間，我哋使用咗兩款地台物料。玄關嘅淺灰色水磨石地磚延伸到廚房同電視櫃，客飯廳就使用咗木紋石塑地板，同大門旁邊特色木紋牆身對齊，視覺上分隔出長方形客飯廳，設計整齊劃一。另外，我哋喺客廳同埋飯廳嘅天花中間加設咗木環條，再裝上路軌燈，無形中區分咗客廳同埋飯廳，而且路軌燈可以代替客廳燈同埋飯廳燈，簡潔嘅天花可以減少壓迫感。大門旁邊係一組高櫃，中間留有空間可以擺放日常用品同埋小家電。高櫃連接一個半腰櫃同埋卡座，實用又節省空間。電視特色牆身連接廚房暗門，視覺上可以擴闊客廳。另外，弧形嘅電視地櫃同睡房地台設計一致，減少雜亂感覺。睡房使用木框玻璃掩門，可以增加客廳自然光線。兩個衣櫃用作間隔之餘，喺客廳亦都可以使用。睡房使用間接照明、兩組燈槽同壁燈嘅滲光效果，營造舒適嘅睡眠氣氛。床頭頂嘅弧形燈槽亦都可以用嚟收藏冷氣喉，美觀又減少壓迫感。床尾係頂揭式儲物櫃，可以擺放換季衣物或者被鋪，上面嘅空間就可以擺放公仔或者 cushion。睡房家私以白色為主，喺衣櫃門邊特別加上黃色線條，可以保持柔和嘅氣氛，同時又減低單調嘅感覺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設計分享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最後大家記得讚好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啊！